线上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做伙起立，咱做伙彼此来祝福，讲上帝祝福，上帝祝你稳定高雅，彼此来祝福，这个温度有较低连咪寒连咪烧热，所以身躯爱保守保暖，爱穿好烧。咱要做伙来学乐来感谢来祈祷咱用这首诗歌，邀请主圣神甲咱三个同在。圣神，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毋望来亲近你，搁较认捌你。圣神，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人民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圣神。圣神，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毋望来亲近你，搁较认捌你。圣神，请你来，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人民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的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呼求圣洁，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咱要做伙来学乐感谢咱的主，咱的上帝，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着感谢万主的主，伊的慈爱永远存续。就伊做奇妙大事，伊的慈爱永远存续。伊用智慧创造天，伊的慈爱永远存续。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擦消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洗清我的罪恶。即摆咱拄啊的经文，咱真捌这位主是啥物？是最新书，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是互无变做有吼。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是行奇事的吼。咱的悔改认罪，咱的承认，咱的亏欠，咱的软弱，求主来帮咱，互咱无离开伊。求主来拯救咱，咱开声来祈祷，咱学乐归互伊后，咱开声来祈祷来。哈利路亚！主，阮学乐感谢你，主，你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你是行奇妙的事，
你的慈爱永远伫咧，你的信实到伫万世代。主，阮要学落你，互阮有机会，互阮会通做伙有活命，做伙来学落来敬拜。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伫困难，你帮赞，伫顺境，你保守，伫阮欠缺中间，你来供应，帮助阮到夜可有存，感谢学落你。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行奇妙的大的事。你的慈爱永远伫咧，你的信实直到万世代。互阮会通伫学乐敬拜中间拄着你，伫读圣经中间认捌你的救恩，认捌你的恩典。互阮也有信心，伫这来恳求祈祷，你就将出人意外平安赏赐伫阮的中间。感谢主，阮的礼拜伫祈祷的中间。求你透过你的话来启示阮，互阮搁较有智慧孝顺阮的日子，互阮会通得到智慧的心，祈祷靠耶稣圣名，阿免。啊，这请坐。咱恳求主来医治来帮咱，透帮咱心肝有艰苦的，对伊来求讨；有病痛的、软弱的，求伊来扶持来医治。主的话安尼讲做伙来，我要求救上帝。上主会救我，下昏早起中昼，我哀伤吐气，伊拢会听我的声。虽然反对我的人真多，伊会救赎我的性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互我平安倒转来。诗人伊伫迄中间咧分享伊性命的需要，伊的艰苦。伊的惊吓，伫咱的中间，是毋是有阮需要？伫你的心内，你的身躯要得到帮助。圣经讲，若有病痛的吼，请长老来为着伊安怎祈祷，出于信心的祈祷要安怎？要得到医治哦，吼！毋是干那牧师有长老即份吼，咱这长老有官兵吼，祈祷有开力。若感觉无开力，就要来参加祈祷会哦。所以求上帝帮助，你若有需要的，你当徛起来长老，咱看若有需要的，为着因来祈祷哦，出于信心的祈祷，要得到医治哦。你若坐咧，也是用伫线上的朋友、兄弟姊妹，咱手换伫迄个艰苦病痛中间哦。你可能伫病医，你可能伫安养医，你可能伫迄个不便来的时阵，咱换手伫你的需要，伫你的心肝头，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有需要咱就为因祈祷哦吼。好，利路亚，主奉你的名来到你宣宝座前，主啊，艰苦心的你来安慰，主啊，病痛你来医治，主啊，欠缺你来供应，失去信心的你来扶持，享受众人的胆，众人的信心。主啊，你来就是要互阮得到活命，丰富的活命。主，你来就是要做侪人的救赎的代价。愿主来是阮所有帮助，互这兄弟姊妹，主你医治透棒，互因灵得自由，心肝得到平安，病痛得到医治。奉你的名，你属天的光灵，阳光充满。主啊，奉你的名来祝福。听阮的祈祷的主，透过你的怜悯，互阮会通来亲近你，互阮会通伫神的顶面来经历你的医治、你的透棒甲你的自由。你享受的圣灵、圣神伫阮的中间，都有圣神的同在，都有得自由，就得到透棒。主你来就是要做侪人赎回的代价。你来是要互阮得到丰盛活命，搁较丰富。愿主你来所帮助阮心肝艰苦的，你来扶持安慰；互阮失去信心软正的，你来勇敢，你来坚固，你来享受坚固的信心。帮助阮会通伫会中、伫祈祷内底，你来改变阮的身躯，改变阮的心神，改变阮的命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哦，请坐。咱最后要为着主来祈祷、来求讨，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来。上主啊，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将你的道教示我，
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带我。假使我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规日敬候你。上帝要用伊的真理，用圣经的话，因为伊的话是啥？路上的光，脚前的灯哦，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意思就是讲，行无路安怎？上帝我看到你的话内底有出路，有应允哦。所以咱伫祈祷的中间求上帝，互牧师所开帖、所传达上帝话。会通入入你的心吼，会通伫遐得到帮助，得到激励得到你会通伫迄个强要失去信心的时阵，会通得到坚固。咱求上帝来帮助，互咱每一天透过橄榄枝声，透过上帝话，会通伫遮来坚固咱的信心吼。拄仔嘛为着遮医疗咨询的这个团队，引起图书馆遐来祝福哦。上帝使用因哦，会通透过安尼来祝福这个社区、城市的朋友。下晡到明仔载有儿童牧区的退休会吼，下晡我嘛会甲因去吼。这礼拜开始有咱上年大学要开学吼，这校长夫妇真用心吼，出钱出力奉献吼，感谢吼上帝透过因因家己嘛经历吼，上帝互因的子孙后代甲因的产业阁有礼拜六有小会吼，后礼拜有圣礼典咱恳求上帝帮助。咱嘛透过牧区伫遮咧牧养遮兄弟姊妹吼，透过因的 RPG 的祈祷吼，拢经历足侪遮的生命的见证吼，互遮的社区的朋友嘛入去伫小组得到自救，得到帮助。咱开声来祈祷吼，咱开声来祈祷念名甲请咱做起立就好吼。咱开声来祈祷，来恳求感谢，哈利路亚！来守望伫这个礼拜中间，互阮会通因为受圣神的感动，你的话就得到开帖。主啊，阮来就是要伫这来开嘴来领受你的真理，你的真理活命入伫阮的心。主啊，阮需要你伫阮的生命中间来掌管。你知影阮伫迄个病痛软弱中间，需要你的话来激励、来扶持。感谢主，主啊，阮感谢你，互阮透过礼拜管道会通来敬拜你。当阮大大欢喜学乐你的圣名的时阵，你的施恩宝座就伫这个所在设立。当阮同心祈祷学乐你的时阵，带阮正义到日，你为着阮征战要得胜；带阮正义到日，你的同在；带阮正义到日，互迄个无要变成做有，互迄个无可能要变成做有可能的。感谢主，互阮伫遮用阮的心神敬虔来敬拜你，伫真理内底更较认捌你。阮也要同心用主你所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了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我的囝，唔通袂记得我的教师，你的心就接受我的诫命，因为遐个要将久长的日子、长的岁寿甲平安，加添予你。也这平安，感谢主，因为主已经有应允，伊要将伊的恩典满满赐予咱。阿妹吗？天父恩典真正大，请会众咱做伙起立，做伙来学咱的主，因为主伊的引带要甲咱同在，伊的平安要日日来保守看顾咱。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烟也平静，伊拢地作伴。咱着算小伊的恩，日日应有存，好在的艰难变成欢喜，烦恼变福气。伊铁脚引带，予咱恩典拢无散，规人的
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落归社吟诗，予天地隆总三家欢喜。做伙来学咯，咱的主，天父稳定真正大，天父稳定真正大，日日地因带，无论风雨也平静。咱着算笑伊的阮，日日幸有存，好在会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的确因带，伊的确因带，互咱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为社吟诗，予天地隆总三家欢喜。天父稳定真正大，日日地因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作伴。咱着算笑伊的阮。日日仍有存，好在会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的确因带，互咱稳定拢无散，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落归社。是，予天地隆总三家欢喜。伊的确因带，互咱稳定拢无散，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落为社吟诗。总三家欢喜，有信心来宣告讲，伊的确因带，伊的确因带，互咱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落归社吟诗，予天地隆总三家。欢喜，予天地隆总三家欢喜，予天地隆总三家欢喜。哈利路亚！感谢主，咱将一切荣耀拢归予咱的主上帝。现在请坐，咱的主，伊是尊贵，伊是荣耀，伊是圣洁的主。即只咱都要来学乐。坐伫宝座顶的圣羊羔，主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咱就要来孝念伊，来感谢伊，咱来学乐伊，因为主伊是宝座顶的圣羊羔。坐伫宝座顶圣洁羊羔。我能力敬拜阿罗，国家现在地到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伫宝座顶圣贵有高，我能力敬拜阿罗，阿罗尊贵荣耀冠冕，拢归予你的高永远。万王的王，
坐伫宝座顶圣的幽谷，我能力敬拜阿罗，菩萨现在地到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伫宝座顶尊贵幽谷，我能力敬拜阿罗，阿尊贵荣耀权势，拢归乎你的高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牵的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万王的王，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牵的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是，咱的主坐伫宝座顶，我要靠无主耶和华的慈爱，亲像鹿去切银幕溪水一样。因为主伊是荣耀，是尊贵，伊的平安，伊要赏赐咱性命，咱就要来倚靠伊，靠无主耶和华的慈爱。靠无主耶和华慈爱的人，仰望主耶和华的平安的人，伊创造你，可收拾你心生命，主的稳定甲祝福好定的大。乐主耶和华个敬畏你的人，顺叹主耶和华的旨意的人，伊创造你，个收拾你心生命，你就永远笑脸无煞，你要演绎主爱的面容，时时刻刻人在看顾无你，你好汉密，因为你踮着光明的灯，因带你行过心的山谷，靠无主耶和华慈爱的人，仰望主耶和华的平安的人，无论你踮伫什么所在，拢着我靠耶和华，靠无主耶和华慈爱的人，仰望主耶和华的平安的人，伊创造你，个收拾你心生命，主的稳定甲祝福好定的大。乐主耶和华个敬畏你的人，顺叹主耶和华的旨意的人，伊创造你，个收拾你心生命，你就永远笑脸无煞。
山高，较无主也无花主爱的人，仰望主也好欢喜平安的人，无论你踮伫什么所在，拢着我高野，好欢天袂用伊，天袂用伊主爱的面容，时时刻刻拢在看顾保你。地黑暗暝，为你点着光明的灯，引带你行过心的山高，较无主也好我主爱的人，仰望主也好我的平安的人，无论你踮伫什么所在，拢着我靠耶和华。无论你踮伫什么所在，无论你踮伫什么所在，拢着我靠耶和华。感谢主，阮俄罗你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主，阮的福气无伫你以外，你是阮幸福的源头。你为阮备办的是稳定的道路。世间人为着家己出钱出力地点光明灯，总是你为着阮点，阮拢毋免出钱。伫阮的路上，你的光来照光阮，你为阮点平安的灯。世间人出钱出力，就是要求平安，总是主你讲，愿你平安。你是平安的主，你是享受永远拢袂互人抢夺的平安的主。伫俄罗敬拜中间，邀请你宝座设立，恳求你的平安、福气、医治、供应，临到伫你所听、所牧养的百姓。我伫礼拜中间，我嘛真期待你的话引带阮来认捌你，坚固阮的信心。当阮搁一遍学乐敬拜时，唱诗歌来学乐你的时，你就显明你的稳定真理伫阮的中间。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吟圣诗222首，上帝作为阮代代帮赞，请起立来吟全首。上帝做阮代代帮助，也做将来的梦。互阮闪避大英风台，迎着万运所在。全人宝座应的民，心都徛起安心。上帝伸手高野通靠，做阮稳当保护。天山也袂失出以前，世界也袂形成。你对永远就是上帝，有道不变无替。为你来看，虽然千年，亲像过了一暝。红旗提起实在真地，10000年苦秋花。光阴白过，亲像大水，人生路伊
咱三个来祈祷。天堂的主上帝，你是至权、至大、至尊的主，是公义、国仁爱的主。阮感谢你，搁一遍赏赐阮新的一日，互阮会当来到圣殿来亲近敬拜你，继续伫你的天堂中间来生活。伫过去3年久 COVID-19 的日子中间，虽然有真侪惊吓，甲生活上不便，毋过主你嘛，互阮透过这个机会，确定阮的气力。相时你时时刻刻会带领甲看顾，互这疫情渐渐过去，生活嘛渐渐要恢复正常。阮特别感谢你所赏赐互阮的恩典。天父上帝，你是荣耀的主宰，你的大气力甲智慧，远远超过阮所会当理解。你创造这个世界，而且赏赐阮性命，阮会当伫这美丽的土地顶面来生存。你的创造嘛充满奇妙，互阮这中间看到主你的荣光甲伟大。主，阮要大大感谢俄罗你的一切赏赐。爸啊，阮也要伫咧你的面前来认罪，承认阮的罪恶甲阮的过失。伫这充满诱惑甲试探的世界中间，阮时常会失迷，袂记了你的教示甲引带，阮也捌违背你的旨意，犯了过错过失。毋过主上帝，你是宽容甲慈悲的主。阮恳求你赦免阮的罪，接纳阮的悔改，互阮阁有气力，重新转到你的怀抱中间，领受主你的一切。天堂的主，阮要向你来恳求。伫最近，真侪专家学者甚至新闻拢讲，疫情以后的经济状况会愈来愈无好的时，阮恳求主你，互阮会当搁较来亲近你。来明白你的旨意，恳求主你赏赐阮智慧甲勇气，无受外在影响，颠倒来做出正确的选择甲决定，伫这中间来经历主你的大气力，来荣光主你的圣名。阮也恳求上帝你保守阮众兄弟甲厝内大细，出入一切拢平安顺利。恳求上帝继续祝福伫牧师团每一位牧师甲伊家庭，领受对你来的异象，带领教会兄弟灵命成长成熟，互兄弟同心透过福音福利的相互，来扩展主福音的国度。也看顾教会各种事工，拢会当按照计划确实来执行。来达成事工的目标。爸上帝，阮将以上的祈祷摆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欢喜来接纳。阮来祈祷，上告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向阮祈祷。请坐。这是来教导启文56，就约翰第1章来，启文56。创世以前就道甲上帝同在，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一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个接纳伊个，就是信伊个人。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
都正做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是要请平安三中唱来学罗上帝。切莫听从试探，中了魔鬼计，以此战胜敌人，下次更容易。努力向前战争，克服失与敌，时常仰望耶稣，带领你到底。请求救主帮助你，安慰勉励看顾你，主真愿意帮助你，主必领你到底。远比不良同伴，绝不出恶声，尊敬主的生命，绝不渴望成，终生诚恳深思，热心奉真理，时常仰望耶稣，带领你到底。请求救主帮助你，安慰勉励看顾你，主真愿意帮助你，主真领你到底。主必手捧今晚生死的生灵，我们虽然软弱，耐心可得胜。主是我的救主，加添我力气，时常仰望耶稣，带领你到底。求救主帮助你，安慰勉励看顾你，主真愿意帮助你，主必领你到底。来讲读上帝话，圣经记载伫旧约以斯帖记第8章第1节到17节。以斯帖记第8章第1节到17节。各版本的耶稣，咱请音幕。第8章第1节，迄日亚哈随罗王将犹太人的对敌哈曼的家产赐予王后以斯帖。末底改嘛来伫王的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对王讲，末底改是伊的亲人。王甲对哈曼摕转来的手指，对家己的手绑落来，互末底改。以斯帖阁委任末底改管理哈曼的家产。后来以斯帖阁去见王，拍伫伊的骹前。流目屎求王阻止亚甲族的哈曼谋害犹太人的计划。王以斯帖伸出伊的金管，以斯帖就徛起来，对王讲：王若看做好，我若得到王的恩惠；王若看这个事做妥当，
我若得到王的欢喜，恳求王落诏书，撤销前阿甲族合你大他的囝哈曼，计谋要消灭王逐省的犹太人的诏书。我哪会忍心看家己的同胞受陷害？哪会忍心看家己的宗族受消灭？阿哈随鲁王就对王后以斯帖甲犹太人末底改讲：因为哈曼谋害犹太人，我已经将伊的家产赐予以斯帖。人嘛将哈曼吊伫叉架顶。恁通用王的名，照恁看做妥当的，写诏书予犹太人，用王的手指嵌印。所有用王的名写，佮用王的手指嵌印的诏书，无人会当取消。3月就是西元月23日，王的书记照末底改的指示，写诏书寄予犹太人，嘛送予对印度到古实共127省的总督、省长甲人臣。用逐省的文字甲逐族的语言来写，寄予犹太人的嘛照因的文字甲语言写。末底改用阿哈随鲁王的名义写诏书，用王的手指嵌印，佮将迄个诏书交予送文书的，骑皇家快马送到逐所在。伫诏书的内面，王允准逐个城的犹太人自治。起来保护因家己的性命。逐省逐族若有军兵要攻击因通反击、杀害、消灭遐个人，嘛通杀死因的囝甲妇人人，佮抢因的财产。伫阿哈随鲁王的逐省，犹太人伫12月，就是阿达月13日迄日会当安尼做。诏书的草本正做法令，对逐省逐族颁布，通予犹太人准备，听候迄日对因的对敌报仇。遐个送文书的，奉王的命令，赶紧骑皇家快马出去。这个诏书嘛伫苏珊城颁布。末底改穿蓝色、白色的条服。戴大顶的金冠冕，穿紫色有满布的外袍，对王的面前出来，苏珊城充满欢喜快乐的声。对犹太人来讲，这是光明、欢喜、快乐、尊贵的事。王的诏书甲命令送到的逐省、逐省、逐城，犹太人拢欢喜快乐，办道庆祝。定迄日做节日，逐所在有真侪人因为惊犹太人，就改装做犹太人。以上，即时要请本堂主任牧师尤牧师来讲道，所讲的题目是转变未来，转变未来。请咱同心来祈祷。上帝，阮的未来，阮的生命，阮的气息，拢在伫你，伫你的手头。由你来帮助阮，互阮检测伫危急、伫困难、伫迄个生命的尾站，阮有缘我靠你，愿主你家己来帮助阮。透过你话，成做阮脚前顶路上的光。透过你话来开拓，互阮戆人得到通达。祈祷感谢，靠耶稣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平安。透过今日这段圣经吼，咱要看到伫以斯帖落尾啊吼，伫这中间也有一个目的，就是互咱搁较会通记得上帝的话，因为定定过去咱也讲了吼，见讲过去啊讲了就安怎，水袂记啦吼，若坐咧就哈去吼。所以伫即个中间，毋茫着种透过每一工的橄榄枝声，每一工的灵修，互咱会当对咱所看，搁有咱咧看即段中间，甲咱的处境、甲咱的环境、甲咱所拄着的，是毋是有
值得互咱会当伫遮来得到学习甲帮助哦。你毋知有迄个对人生的即个低调，也是讲吼足凄惨，也是讲伫迄中间诚无好的经历吼，伫迄中间来，哇！上帝甲你转变迄个经验有无？伫你人生的经有有无？恁哪像拢过了真平顺哦吼！我相信有迄个起起伏伏啦，对无吼？咱知影讲林书豪吼，伫2012年吼，头11年前哦，真紧哦。你来笑，你来笑安尼吼，人来疯嘛，对无吼？你知影讲较早伊定咧坐医疗，伫迄中间咧吼，伫遐无法度上场，互伊有机会去吼，无一定讲每一场拢把握吼。所以伫迄中间，咱知影最近伊加入伫队，来队拍球。高雄啊，阮故乡啦吼，加入即个高雄的迄个钢铁队吼，钢铁人即个队伍吼，伫2012年的2月14吼，咱知影讲即个纽约尼克队因去到伫多伦多吼，甲即个暴龙队吼，我毋知你会记得迄个画面未啊？就是讲伫迄个尾仔的大概0.5秒。就是安尼运球，徛伫迄个3分线吼，到尾怎等一粒吼，即个保护线的即个球，拄甲时间要到，怎扑一下落，怎安怎？赢啦！迄个时阵吼，迄个笑甲有剩，你知道？所以笑甲安怎？伊所穿的衫啦，拢足价值的，拢卖钱。最近嘛来台湾拍球吼，伊的衫拢安怎？人甲仿冒啦，毋是官方的啦，毋是迄个官办的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伊看见伊的人生吼，毋是安尼一帆风顺，但是伊拢无放弃。伊知影讲有一个上帝在帮助伊，所以去大陆拍球了嘛，无介顺利。即马倒转来到伫台湾吼，伫中间咱讲伫2月12第一场。伫阮的较早故乡啦，凤山吼体育馆吼，伫遐哇，足侪人伫遮来看吼。你知影伊头一场伊安紧张甲食袂落，紧张甲食袂落，嘛爱勉强食，无体力通去拍球嘛，对无？伊的某就甲讲诶，加入台第一章吼，加入台人书第一章的第10节，伊就提醒讲，你到底是要互上帝欢喜，也要互人欢喜？你是讨人的喜悦，还是讨神的喜悦？你是替人来拍球，还是替上帝来拍球？你就做好你的代志就好。哇！伊从听到安尼吼，听到因某最近娶某嘛吼，听到安尼怎哇！上帝话就帮助伊。所以头一场，咱知影伊拍吼，41分钟有得21分13个助攻吼。帮助人来即投球还有6个篮板，中伊跳起来抢到迄6个篮板吼。咱看迄个礼拜伊摕到 MVP， 就是即有价值的球员啦吼。所以你也看讲伫迄个紧张的中间，头一场伊足紧张，但是因为伊的太太来提醒上帝话，你尽力。你为着上帝伫遮来拍球，做好你家己的代志，所以伊保持迄款的心态了后，你也看伊伫人生有真侪遮低调的时阵，伫迄个中间感觉艰苦骹嘛定受伤，总是每一遍拢有因为上帝有遮个亲人的鼓励，互会通对迄个失志的中间搁再爬起来。最近咱也知影讲要伫台湾拍啥？较早棒球是咱拢半暝起来看棒赛，对无？看迄个3级的即个棒球赛吼，有迄个经验无？半暝起来威廉波特还是啥物安尼然后咧传点心你若看到赢就安怎？啥物欢呼尔，搁放炮咧有无？哇，迄个足有若有即款的经验，代表你有较资深
安尼所以不过迄是咱共同的经验，敢毋是吼？所以定定吼，伫迄个咱书当是2人出局，2个好球，3粒歹球的时阵，安怎2好3坏，安怎满球数结果有啥物人出来，就攻一粒安怎？全垒打，还是讲迄个得分的安打，怎逆转胜啊，对吧？这是咱共同真水的经验，敢毋是？大家都半暝连半暝嘛，安尼挡袂牢，拢伫遐发。你知影伫迄款的改变的中间心外欢喜的。有当时咱面对遐苦难，好亲像安尼一张报告互你，好亲像遮犹太人一张通告安怎？你死啊啦，差不多啦，春办的啊，对毋对？有当时医生一张病理报告互你，你就安怎袂食袂困。敢毋是？最近嘛是有真侪有几位兄弟因面对着即款的，讲切片了，医生甲伊报告伊就袂食袂困啊。我鼓励因讲活命在伫上帝嘛用做这见证兄弟姊妹安怎伫迄个困境的中间行过来鼓励伊所以你若无甲鼓励伊，敢若家己伫遐想甲安怎？想甲就怎比医生所评估的搁较紧，无命。所以今日咱要透过这段圣经伫遮来了解人物，讲这会通改变你人生命运的医生讲你咧存无偌久总是会看伊搁活较好势好势啊。所以伫遮犹太人中间咱有看伊讲伫11个月以后，对无11个月，但是无拍算伫2个月了。拄你有听中义长老伫读圣经无？迄个王搁出另外一道命令透过啥物人伫遐来砍因这个过程的中间，你也看，本来是互人砍，即摆换伊家己砍安尼，对无？所以伫迄个断因的中间，你也看迄个改变是遐尔奇妙本来人断因是伊爱死，即摆伊断因是安怎？要保存因的性命所以目底界，你也看讲伫个生命中间安怎伫遐来做一个改变，这真有戏剧性。总是伫迄个中间嘛，要提醒咱毋是干那读圣经内底迄款的环境，伫咱现此时，你拄面对着即款的艰难困苦，也是讲病痛的中，会通帮助你袂？会通帮助你，互你的心境伫迄中间无放弃，会通伫遮来经历对信心的祈祷。咱知影讲以斯帖记内底真关键的一个改变、转变因的命运，就是祈祷，毋是干那一个人的祈祷，去当心的祈祷。所以今仔日咱面对死亡的危机，也是讲随时亲像好势在吞吃咱，对吧？咱拄对泰国转来，对吧？佚佗30几度转来，变10几度对北海道转来，对毋对？转来无代志但是人长落地动，对无？6级外，你也看有好运无？迄毋是好运，迄是上帝的保守，对无？所以兄弟姊妹，咱有看伊讲，伫这面对咱生命危机的时，你要安怎伫遐面对这款的是固定的啥台咧？固定讲迄天12月13日，就是要互因死。你若伫迄中间听到讲爱死还是讲这癌症，还是讲这病痛的时，你就伫迄中间安怎？消散落软吗？还是讲伫迄中间就放弃吗？因如果若伫迄放弃中间稳死的，敢毋是？人的生命伫王的面头前，伫人的面头前，哪像咧草花咱做来读这段圣经来，有啥地话讲着宣布。我问，要宣布啥物？着宣布所有人拢亲像草，因会水亲像野地的花，上主吹来的风会扫过，草就干，花就谢。确实，人不可亲像草伫亚哈随鲁王的眼中，人亲像草花，敢是？伊咧甲哈曼伫遐咧安怎讲笑啉酒的时阵，迄个计谋，迄个因就断落。遐犹太人亲像草，亲像花，无价值。遮个乌克兰，遮个百姓伫普丁的眼中嘛，亲像安尼。
甲拍无价值。遮个人的百姓，亲像伫金正恩的眼中，伊哪像咧拍电动玩具，你知无？安尼举啊飞弹的吼，哪像咧耍电动玩具？但是伊毋知影讲，这咧威胁人的性命。都亲像习近平啊，定定伫遐咧吼，透过伊遐管道伫遐，连咱无卵伊也要管。恁兜有完蛋无？奇怪，我都买有卵啊！是安怎？迄个国台办讲啦，恁拢无注意即个百姓的需要，拢完蛋啊！恁拢毋知，佫有某物人起来讲，吼，实在安怎？伫迄中间有真侪在批评吼，即个手会挂菜安怎？皆有心啊！所以咱有看伊讲，即个人吼。伫遮个人的性命，伫眼中看，哪像安怎？臭花无价值的。但圣经甲咱讲，咱人伫上帝、伫耶稣的眼中看做啥？看做宝贝。咱来读看嘛来，因为人主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这就是耶稣啦，这就是咱的上帝啦吼。伊要亲像人，伊虽然知影讲人的性命亲像草，亲像花吼，早起无生下昏时就安怎孤单，人的性命实在是无定着，对吧？咱一个地动，你也看到死遐济人，吼，加在恁走了紧，对吧？所以感谢主哦，咱信主哦，拢有上帝保守，敢会拄着死？会。但是咱死会面对的时阵，就有迄个毋茫有迄个活命。所以感谢主，咱是毋是看重这人的性命？耶稣看重咱的性命，咱有看重这社区、这城市，这还未信主的人的性命的宝贵也无？如果你若有这款的一个看重，你就会注意，你就为因祈祷。所以咱有看伊讲以斯帖哦，伊有看重伊的同胞的百姓的性命，无亲像王，无亲像这个伫逐世界这独裁国家的这领袖共款哦。上帝看你是做宝贝哦。然后以斯帖伊伫迄中间伊毋知爱死几遍，你知吧？对吧？哦，伊逐遍无王的，伫迄中间的英俊，伊就去见王。头一遍讲死就死啦，剩万死啦。为着啥物人？为着伊的同胞，毋是为着伊的家，是咧。毋是为着伊的家己尔。所以兄弟姊妹，咱来看讲以斯帖，伊每一遍伊就是剩万死，然后咧，伊祈祷，伊讲恁嘛替我祈祷。伊毋是干那安尼大主大意，伊讲恁替我祈祷。对头一遍3天3暝，到底安怎？伊平常时替因叫因伫遮替祈祷。每一遍拄着危机，你是讲合万死，因就无代志哦。头一道的命令有改变无？会使改变无？袂使呢。王讲安怎？我的命令出去。袂使改变，哇！安尼是毋是就放弃啊？总是以斯帖讲无啦，我搁甲你困求啦，拍伫伊的中间吼。所以伫迄个中间，伊毋知死几遍，但是咱看见上帝透过迄个保守看顾，互伊每一遍困求，即个王拢存啥？金管。伫你每一遍的困求，上帝是毋是有对你来存迄个管金管来保护你？来看顾你，还是你拢无咧困求？以斯帖困求，毋茫有一线的机会。所以伫遮，咱面对着这危机来临的时阵，好亲像你看到一张病理的报告，这张是网络的啦，迄叫做射护腺癌。总是有当时咱看到的，可能是淋巴癌、乳癌，或者是直肠，或是等等。有最近咱的兄弟、咱的家属，因就是面对这款的，伫危机来临的时阵，有啥物款会通帮助伊？
所以末底改捌提醒以斯帖，你毋通想讲，你好好你就无代志，你伫王宫做王后就无代志。今仔日若无出头，上帝嘛要对其他的所在来兴起迄个帮助，你无法度拄着经过这个危机。所以伫迄中间，咱如果若亲像以斯帖拄啊开始，我去会死呢？若有人甲你提醒、甲你鼓励、甲你安慰，祈祷上帝改变，对无？咱做伙来读来。恁中间有痛苦的人无？若有，恁伊着祈祷。恁中间有欢喜的人无？若有，伊着唱称赞的诗。若有，伊着请教长老请教会长老。心会祈祷会救病人，厝会互伊搁好起来，伊所犯的罪嘛会得到。所以伫遮请教会长老为祈祷，对无？咱这教会长老会晓祈祷袂？真正哦，有信心无？有官兵无？所以爱来参加祈祷会。来服侍，好毋好？疫情安尼，可能互咱会感觉讲亚线，总是我看一群青年人比咱搁较热心，来遮学乐敬拜、带敬拜服侍。过去有甲咱拜，咱就来；无甲咱拜，咱就无要来。兄弟姊妹，咱出来祈祷，城市教会若要复兴。就做同心的祈祷，做伙来服侍这个有需要的人来。这段圣经嘛，伫甲咱讲，毋通放弃。你若有需要，包括牧师来找这个长老，长老操练祈祷，有信心的祈祷，毋是牧师祈祷就较熬，是恁有迄个官兵，恁甲使用出来，上帝要透过你，成做一个祝福的管道。互人会通伫迄个祈祷中间来经历，所以你做你的，其他上帝来做，敢毋是？所以伫这中间，咱看面对这危机关键，就是一个秘诀祈祷。你伫小组做的时，嘛通请长老来甲你祈祷，毋通家己伫遐承受，为人惊麻烦，你知无？牧师啊，敢若互你知，敢若有几个知就好。我是安那无爱互知，伊就讲。逐个若知，逐个拢来甲问我，我逐遍个爱解说，好啦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听到讲可能这人有病痛，你就免问伤济，你就替伊祈祷，安尼好毋好？无因为安尼话安怎？感觉我倒咧无气力啦，搁定定来解说搁愈无气力，所以互咱一种好，替你祈祷，来，咱做来祈祷。你的祈祷其实。会检查互伊通伫迄中间的经历，你知无？毋是干那长老较有气力啦，你嘛有气力的。圣经讲信的人有啥？神业技术对伊啊！你有信无？你若相信上帝，就伫你的生命中间来做一个真大的改变哦。你要看本来爱死，总是咱顶回有讲讲，上帝奈互迄个王困袂去，困袂去就安怎？毋是起来看电视，困袂去，迄时阵无电视，困袂去，伊就起来看历史，看着拄看着安怎？恁拢袂记哦。拄看着讲，迄个末底改救我，我有甲想事无啦？无哦，安尼伊心内有数，你知无？困袂去，较慢可能嘛困袂去，讲明仔载要死。所以一透早就来到了王的这个外庭来等呢，等王若起床就甲讲吼，赶紧互死，免等到12月13日。但是咱有看伊讲，这个过程拢有上帝旨意，对无？伊入来，较慢，我要想说迄个
真好的这个名声地位荣誉，互我所欢喜迄个人，要安怎互伊？穿王袍，骑王马，然后咧伫街路安怎游行，然后还佫有迄个尊贵的大神甲牵伊的马。咱知影顶回牧师甲咱分享，合办讲稳的对无？在张黄的哦，稳的是我，结果咧，结果是伊所讨厌、所怨恨迄个啦。结果是迄个无要跪拜伊迄个啦。所以你也看讲，伫迄个人讲逢凶化吉啊，凶抽签拢大凶咱拢互迄个绑掉，你知无？咱拢看遐抽落讲这无好，心内就开始安怎烦恼。兄弟姊妹，咱常常拢受到这抽签卜卦，也是这外在人讲一句话，就来影响咱。总伫这中间，咱看王伊甲哈曼提出，就种对伊迄个手头的手指，咱来看讲这手指哦，这手指是代表王的官兵呢。较早是第一道命令是通过哈曼伫转印通过，这张通过是好亲像甲你讲医生甲你讲啥？你存偌久通活？你就安尼吗？顶礼拜三祈祷会这兄弟姊妹咧分享因的见证，哇！看到都惊死啊，对无？看到迄个放火就惊死对无？结果伫迄个过年的惊魂记上帝互伊平安，即摆嘛坐伫遮伫做礼拜安尼敢毋是？本来是惊死总是咱有看讲上帝伫迄中改变，甚至透过王来想述，互伊有荣耀，互末底改会通伫遮提升。所以你有看到一个财富的移转无？今仔咱定咧宣告今年作歹，今年作歹。我讲你若一直安尼宣告，今年就真正作歹。确实，但是对于咱的信仰来讲，上帝虽然外在歹，总是你要互我好。以撒敢毋是安尼？伫迄个拍远的时，伊伫迄个所在，上帝互伊安怎几倍收成？100倍收成，敢毋是？一个做奴才，总是因为改一个梦，互伊做宰相。一个王的失民，竟然互伊安怎对迄个爱死的奴才变成做啥物宰相，就是末底改。所以你有看到无？迄个改变，拢是伫王的手头，王的手头是在伫什么人手头？在伫上帝的手头。而且我看讲，迄个转移第一道命令哈曼，第二道命令是啥物人？末底改转印啊！互遮的人本来爱死的，得到平安，有才调，有机会，伫遐讲来智慧来保护家己，对无？有真侪人解说讲，哇，迄个普洱日是足残忍的。今仔阿强若要来甲咱拍，我伫小组讲，恁会起来抵抗袂？足困难的，对毋对？所以因是出伫保护家己啊，然后咧，因无去人抢财产，因会使共抢遮要杀因的人的财产，总是因有去抢无？无呢，所以表示讲，对遐要攻击因的人，因才有伫遐伫中啊抵挡来保护因家己。王的命令无法度废除，总是上帝用即款的方式，互因会通伫即个中间来保护。所以透过信心的祈祷，你看每一遍以斯帖爱死，总是金冠啊，就存出来。所以伫遐互咱看到讲，伫迄个吊书的中间，就改变因的命运。1月13抽签对无？知影讲剩11个月。总是伫3月，拄我讲当时23啦，对无？所以经过2个月一束啦，对无？1月13到2月13到3月13，2个月嘛，对无？个23经过10天，所以你也看，经过2个月尔，上帝就改变规个安怎？这死亡的病理，甲伊改变，敢毋是？咱的中间的兄弟姊妹嘛，常常有接到即款的，接到
总是了后经过治疗，经过规个改变了后，甲你发一张啥？你过关的通知啊！上帝伫你的财务、伫你的经济哦、伫你的工作，是毋是有法会当伫遐改变？本来讲你无，总是后来变做有。这拢是咱伫迄个中间来检测是有苦难哦，总是嘛会当直接得到福气。伫迄个苦难中间，就是透过操练因伫遐学习，所以因庆祝迄个普尔日若听橄榄枝声了，庆祝迄个妇女的节庆哦，毋是干那为着家己好尔啦。因除了伫遐庆祝，你看伫进前安尼，因爱爸叫某，因三恢夫穿换衫，伫迄中间艰苦甲强要死，对无？但是看到伫迄个日来时，上帝甲改变，因伫遐怎诚做因的庆祝的日子，然后伫遐欢喜快乐。今仔日一个真要紧的重要的关键，就是转变，就是啥？伫因的祈祷。咱看见伫迄个祈祷的中间，互伊脱离伫迄个虚无。这个24岁的一个周玉如这个姊妹哦，伫24岁的时阵，伊拄着车祸意外，然后呢，伊的阿妈棍下骹所有拢袂振动，倒伫迄个病床的中间，伊真正想要死哦，人生无迄个茫。总是上帝安排伫边仔有一个骨癌的老阿嬷，搁伫遐记骹，总是这阿嬷伫信仰内底，伊伫遐来鼓励伊。伊讲当我咧听的时候，我就甲耶稣祈祷。所以因为安尼，甲伊苦劝，甲伊鼓励，讲甲耶稣祈祷，伊会帮助你。倒伫迄个病院，强要无茫绝望的中间。所以，因为这款的过程，所以互伊每一遍咧艰苦、痛痛的时阵，伊就祈祷看卖啊，上帝一定有办法。果然呢，果然慢慢伫遐改善，慢慢互伊的身躯会通伫遐改变。所以虽然伊的骹手无振动，总是后来伊出院了后，伊去学迄个口足话，所以话了真好。因为安尼，因为即个阿嬷伫苦难中间，犹原会通帮助伊，所以伊一世界你要看伊生得水水啊，总人生拄着安尼。但是因为安尼，伊一世界去做见证啦。虽然伊身躯也无法度行，但是伊会通透过伊所话的即个道话来讲出上帝对伊的恩典。所以检查有苦难，嘛是有得到祝福。所以伊会通伫遮比咱好脚好手的人，搁较会通伫遐传福音，敢毋是？咱嘛看立刻福泽，对无？共款啊，真侪遮拢是伫伊内在伫迄个中间来改变。所以咱有看伊讲一个真奇妙的后壁一个真奇妙就是透过王的诏书送到伫逐所在，然后逐个所在拢安怎？本来对爱爸叫某到伫改变诚做欢喜快乐，然后因一个真要紧的经济送向人，有真侪这个企业也是所在送咱物资，就是透过教会来祝福这个社区我做过因分无啥会出的米都强要到期所以恁连米若有需要出去拢会通摕一包这个米可能拄好米红底要无米所以后壁咱的志工伫出门的时阵做礼拜了有米通摕安尼恁若有需要，今仔上帝透过因的节庆欢喜快乐祝福，感谢上帝伫这苦难中间的拯救以外，因有看见这个送向人的需要，所以你若读你看见讲啥？因会通伫遐来真济送向人，就是救济这送向人今日上帝互你有恩典，你有教业开力，你是毋是通随时会通看见边仔人因有欠缺有需要时，你会通做即款的分享。兄弟姊妹，今日上帝透过安尼，不但互咱得到救恩，咱也有看见讲，
互人的性命对迄个逼真来升悬，对迄个艰苦啼哭的中间来欢喜。你若看整个以斯帖，伫这中间对绝境被办理顺境，互你拄着凶恶的事的时阵，嘛毋惊灾害，对吧？这拢是咱读的这圣经内底哦，迄个诗篇23篇，对吧？互咱拄着这灾害的时阵，拢无惊吓。这就是伫这过程中间看见迄个稳重的上帝安怎伫遮来保守。一个真奇妙，就是上帝透过保守这个犹大族，也是讲犹太人，互咱知影讲耶稣出世，然后伫对一个支派犹大支派，对不对？大笔的后裔，大笔是属于啥？犹大支派。所以伫迄中间真奇妙，上帝透过伫以斯帖记里保守这犹太人，伫历世代来保守，伫逐世代咧屠杀犹太人，总是咱看见上帝犹原留迄个拯救的管道。今仔日因会通对外邦人，透过耶稣将这福气临到伫外邦，迄就是咱啦。咱做下读来，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伫遮的教会将遮的事对恁做证，我是大笔的君，是伊的后代，是光亮的启明师。圣神甲新娘拢讲，来听见的人就讲，来喙带的人就来，意爱的人通白白领受活命水。遮人拢有机会哦。兄弟姊妹，咱教会的宣告传福音的意向是啥物？2个字，拄书会中义长老基督有讲到，啥物？上福、福利、福音。咱过去办古班，对吧？咱社区来办3期了后，我讲3期了后，差不多末期吼。所以成立牧区接，就种伫个生命依到伫迄个在改变的迄个期啦，所以最近用神奇系列来甲因讲福音，当今嘛咧期待嘛咧讲是虾米时阵会通伫遮福音会通对即个福音搁较了解。平常时我拢训练遮个小组长甲因分享了。就互因去带总是顶礼拜有一个感动，虽然迄时阵我身躯嘛小可无爽快，总是我记得有一个感动来，带因用这个神奇的亭有真侪人算过嘛。我讲来，恁将12支亭摆伫迄个顶伫茶坊迄个支亭12支亭同时袂使用树林北同时可能迄支亭安尼有可能无？你有看过？当然嘛有。因为话无做讲，牧师无可能啦。你是咧甲人变高人是无？我讲恁若未试过，恁就放弃是无？有一个无对，牧师你若敢讲，一定有办法。我相信，我讲对但是你家己试看卖，对不对？一支2支，足欢喜的，过来搁有10支咧。到尾我讲，恁若需要帮助，需要求救，恁甲我讲者。小组长伫边结果我一组一组拢开始举手噻。我这爱帮衬，无几秒因看了安尼那有可能足奇妙，就甲摆开。因有当时咱无迄个智慧的时阵，咱就安怎无法度摆我就问因一句讲：即款的智慧恁袂无？袂无？你知影在场的人讲啥？处长老伫遮又伫现场在场的讲啥？袂啦。袂我就拼命，我讲我替恁连线好无？我讲一句，恁对我讲一句。所以拜5暗，全部拢安怎？拢决志啊！虽然话讲，哎呀，我是信迄个总是不要紧。
讲上帝透过安尼，我也拼命讲，考耶稣的名，耶稣的意思是啥？来考试一下，耶稣，上帝拯救，来讲一遍。无咱定咧考耶稣，咧考假吼。上帝拯救，阿门呢。诚心所愿，家己边讲诚心所愿。我会当体会摩西，你知无？我搁来讲一遍好无？生命记啊，我搁来讲一遍，足惊恁袂记对无？所以当我拄仔嘛咧甲第一场迄慕道友讲，我讲你着祈祷，靠耶稣的名，啥物意思？我足欢喜的。我讲对啊，你会当甲上帝连线。上帝是毋是通透过你我？4月14，咱开始有倒救班。当刚听到，我咧民长嘛听到，甘奉献啊，来成就这个事工。总是咱要伫迄个进前有一个陪练的。我知影咱中间有真侪遮的歌手，对吧？拍乒乓的歌手，较早咱有办啥？加兰杯，所以伫恁坐可能有稳重遮的歌手，对吧？出来拍看卖好无？连伊报过。好，所以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看上帝透过这个救恩的计划安排对犹大支派，到伫迄个救恩临到伫今仔日我，所以你坐伫遮是因为伫遮的过程有因的祈祷，今仔日咱嘛透过祈祷。或者外邦的人会通伫即个中间来得到上帝的救恩，敢是？所以相信上帝改变人的命运。你问讲遐个人无可能信主啊？你若感觉无可能，就无可能。所以为着因祝福就可能，为因祈祷就可能。因为你的参与，因为上帝要使用你的恩赐，以斯帖伊有迄个位置，上帝使用伊的官兵。今仔你有迄个官兵，上帝嘛使用你伫迄个职场。伫迄个事工的顶面，今仔咱要成立一个新的倒救班，有真侪人咬拍是你家咬拍，总是你若出来伫遐来陪伴，无共款。咱做的这个班头前后壁半点钟到1点钟拢是运动，总是中有半点钟的小组的分享。真侪这个社区的朋友讲，我来毋是做爱这个运动，是来发泄我心内底。弄过，讲弄过，你若感觉真侪这个心肝无艰苦的翁对你歹，太太对你歹你就对顾甲笑落。所以我伫即边拢听到迄边咧讲过，你知所以等于因发泄总是真要紧，就是伫迄个半点钟的小组的分享，因做爱，你知无？所以最近用这个神奇的系列，因讲不可思议啦，哪有可能？我讲对。敌人无可能，对上帝凡事拢安怎有可能？咱做伙起立无？上帝要用你，要互无可能的成做有可能哦。所以天父恩典教也咱用啦，所以你若用愈用就愈大。来，手接啊！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因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作伴。咱着相信伊的恩，日日有出。好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一直甲因带，互咱恩典拢无煞。平安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落归声吟诗，地地隆重三甲，我以咱做伙来宣告天父恩典真正。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因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作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出。好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
一直甲因带，予咱阮等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路去有这呢大，咱着落归声音是，地地拢总相甲欢喜。做伙来宣告来，一直较因带，予咱阮等拢无煞。开咱的心肝，平安乐气有这呢大，咱着落归声音是，地地拢总相甲欢喜，天地拢总相甲欢喜，天地拢总相甲欢喜。咱拍包将荣耀归予咱主咱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阮将一切荣耀归予你，毋是阮教，是上帝你的神所赏赐的圣神，伫遮的无道的朋友，伫遮来感动。阮有看见遮的愿意投入，愿意献身做活祭，因的时间能力疼心的顶面来服侍遮的社区的朋友，遮的中职，遮的同工，因为为因的陪伴。有你圣神的感动，因才会通有迄个决心，也会通有迄个心内愿意伫遐来决志。主啊，你伫呼召受过的斤了，总是这工人欠缺。什么人愿意伫遮来成做你的采用？恳求你来帮助阮。或者话刻掉伫阮的心内，提醒阮，把阮有限性命，亲像草花的生命，你犹原看阮做宝贝，使用阮，愿做你来说，互阮所献上的时间、金钱、疼心的服侍，会通成做改变遮的社区朋友因命运的一个真要紧的决定，使互阮有搁较多的恩典快乐，互阮手所做的，拢会通行通顺利。检测世间人咧看歹，总是伫你拢看最好。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予你，做你路引到一世，是叫迷人献予主，为因更你万年久，我的手爱你命令，为着我主做责任，我卡也为你献，常常替你行无限，我的声音予你演，我已学落主无停，我的水遁来叮当，不断福音来救人。请记你，我的志愿献予你，因主龙潭的旨，我会在前的小水，
的圣殿，领受主的话语，这是何等的福分，愿献上感谢。主啊，见若阮身体衰微的时，你赐阮空间；阮心灵软弱的时，主赐阮快乐；阮工作无顺利的时，主你赏赐阮智慧。主的恩典满满，愿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求你也加添阮快乐，互阮手所做的工，拢会当荣耀主你的名。也求主赏赐阮有喜乐的心，明白放心交托倚靠主，就对主来的福气，有主丰盛佮满满的恩典。主啊，你的主爱搬过诸天，天地万物拢是主所赏赐的。你也赏赐阮教业用的时间、金钱佮才能，阮当献上主所赏赐的，摆列伫主面前，求主甘纳。祈祷靠主圣尊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余牧师来做消息的报告。咱先来介绍头一面，伫咱中间做来做礼拜的兄弟李宝琴兄弟伫咱中间，毋知坐对，来欢迎吼，来请坐，愿上帝祝你吼，家己来教会吼。来，其他毋知阁有头一遍来伫咱中间做来参加礼拜啊无？好，若无，咱要做来看吼。来，阁一位黄德利吼，我看名那就结果是共名啦吼，黄德利这兄弟吼伫咱中间吼。我是讲请坐，我是讲黄德利牧师有转来安尼咧。好，来其他咱来看报告吼。来后礼拜要举行今年度第2次的圣礼典吼。拜六暗时6点有伫我讲义会议室召开542次的小会，后请这小会员来出席。伫8点请有报名信仰告白甲小仪式的这兄弟吼，会当伫8点的时阵来问道理。咱3月18有这核心同工做聚会，未报名的赶紧报名吼，到今仔日来截止。咱今仔日嘛有这迄个医疗的资讯啦吼，上帝也透过这医师，透过咱团队来祝福这社区的朋友。对倒球乒乓有兴趣吼，这个是4月7日到5月25，每礼拜4暗时8点到9点半吼，伫教会7楼需要交保证金，你若拢有出席伫即个规定中间，1000块就会退下吼。咱有迄个区内教练，就是咱少林执事伊的翁婿吼。未信主当时伊愿意服侍吼，是区内教练吼，会当伫遮来协助吼。真欢喜参与伫即个服侍咱若有即款的歌手吼，请你到即个中出武林，好无？为着要抢救这灵魂其他请咱家己来看来做伙来读2遍的这金句，做伙来。王的调书甲命令送到的逐省逐城，犹太人拢欢喜快乐，办道庆祝，定迄日做节日。逐所在有真侪人因为惊犹太人，就改装做犹太人。以斯帖记8章17节，搁一遍。王的调书甲命令送到的逐省逐城，犹太人拢欢喜快乐，办道庆祝，定迄日做节日。逐所在有真侪人因为惊犹太人，就改装做犹太。所以因为安尼，因敬畏上帝吼，入犹太教就是要遵守这个信仰吼，愿上帝祝福。来吟上吟389首，圣诗389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吟诗煞请余牧师来祝祷，请起立。
上帝至高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盛世，天的万民，永远和乐，白行成神。阿门。同心来祈祷，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的保守热看，互恁得到平安，得到永活的盼望。天父上帝继续用你永无改变的主爱，诚做盾牌四面来固守阮，互阮出入伫即个危险的世代，犹原有主你的引带，行伫你稳定的道路。主圣神，恳求你来感动阮的心，互阮知影伫困境。搁较会祈祷，祈祷会当改变阮未来命运。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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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请咱默祷。咱的礼拜到这，暗咱袂记得找你若有需要吼，迄米爱赶紧煮哦吼，爱赶紧煮。